还有噱头呢，也是招揽生意的妙招哦。在台北县有一家做红茶冰的小摊子，上面呢却大大的写着最难喝、超难喝，但是呢客人居然还是络绎不绝耶。到底是什么样的红茶呢？我们就带您来看，这里面大有玄机。最难喝、超难喝的红茶冰，老板自己砸招牌，喝一口到底有多难喝？甘甘甜甜的，真的很好喝。它的浓度和那个甜的深度都不错，很好喝。老板明明就说最难喝，客人却一口一口接着喝。我们再看一次招牌到底写了什么？超难喝到的好茶。蚂蚁大小的附注说明，不仔细瞧，您还真看不到。最难喝到的红茶冰，14度的冷天里，还是很难阻挡客人上门买茶喝。那就好奇嘛，我想要来尝试看看。这3个很凸显的一些字，他会好奇来进来。那喝了之后，他会觉得好喝，因为要用一个逆向的方式。不管是想要挑战有多难喝，还是因为很好喝而买来喝，冲着这几个字，真的很多人来喝。记者宋一章、吴彩妮台北报道。您相信吗？即使